630為胡錦濤還汪洋清白。湖南大丈夫那日民運裏斬頭，人民亦歌聲等改革時候。雖然汪洋嘅冤案，湖南省公安話會調查，但係真相嘅背後只係敷衍同強權嘅打壓。奪去他自由，強權在保守，劫難時候去挽留，頑強未撤走，不拋棄同伴。汪洋嘅朋友朱志成亦都冇自己走咗去。上個星期五喺 Twitter 為汪洋申冤之後，就一直同一批維權人士被失蹤。當局更加以擾亂社會治安拘留佢10日。國安仲四圍問湖南維權人士朱志成有冇召集大家悼念汪洋，包括被軟禁嘅尹正安。昨天來了2個，前天來了1個，今天來一來。消息話唔排除判朱志成勞教，甚至刑事起訴佢。而汪洋嘅屋企人到依家仲係失蹤。試問誰可飽經打壓認幹？當家國興雖有錯，匹夫有責。汪洋嘅精神，大家需要延續。為佢討回公道嘅最好方法，就係趁7·1胡主席嚟香港，用群眾力量展示俾佢睇。支聯會已經部署提早到6月30號圍堵胡主席，等佢親身感受香港人嘅憤怒。佢7月1號應該好似下晝已經離開啦，咁所以就變咗6月30號晚呢，係可能一個比較合適嘅機會同埋時間呢，佢最近佢嘅位置嗰度呢，我哋係要作出抗議，亦都希望係逼佢呢係要面對香港人嘅聲音。而警方亦都就7·1發出不反對通知書，相信市民會將怒火由30號晚延續到7·1，估計會有5萬人參加。而北風發起嘅網上全球聯署已經有超過12000人簽咗，誓要還汪洋清白。